咱台湾有真丰富的海洋资源，也毋过呢，因为人类的开发，也佮有气候变迁等等的因素，咱的渔民即马是愈来愈恶掠到鱼啊。所以民间的环保团体甲水试所等等单位呢，是来办一个大力交流论坛，邀请到日本的学者来分享，讨论要安怎促进海洋资源永续经营。 这几年来，台湾的近海渔业因为环境污染、气候变迁等原因，渔民愈来愈掠捕鱼。根据中研院研究，这30年来，台湾近海的渔获量减少52%，渔业产值嘛减少279亿。30-40年来伊这海洋的变化就是污染非常严重，减少的量差不多伫咧60%。即马污染互咱掠鱼的人我人掠袂到。实务经验是为苗栗甲分林，这段海岸，因为咱这段海岸呢是咱台湾工业上多的所在，嘛有风力发电上多的所在，所以是非常需要来透过这个里海的这个活动来去，用经济的这个因素来去促进咱的生态保育。 为着要保护海洋资源，民间环保团体甲水试所等单位举办台日交流论坛，邀请日本学者来分享里海的概念。因是透过经营管理来恢复渔业资源甲生物多样性。日本交流团表示，因先为河川开始种植，来改善海洋本色问题。即阵嘛，当咧呼吁海底的细只鱼仔，要恢復海洋的生態循環。エビやカニ、シャコ、そういったものの 子が入った時に再放流する試みを始めました。卵を孵化したら親になります。そのエビが例年の3倍以上水揚げ上がりました。 这边日本交流团的成员有学术单位甲渔业工作者来参台湾的渔民交换经验。台湾渔民是认为，除了渔业单位团的合作以外，也要减少工业污染，才当真正改善海洋资源愈来愈少的问题。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